好，立法院去年通过性平三法修法了后，性骚扰申诉的案件是大大增加。去年有到3100多件，也卫福部就观察讲大部分甲人性骚扰的人是第一摆犯，而且呢是因为无了解性骚扰的界线伫咧倒位，才会来犯错。所以卫福部就讲要来讨论罚金会当用性平教育的时数来赌。那这件代志就去互批评讲无考虑到受害者的感受。好，卫福部就回应讲会搁收集各界意见。 这几年性别平等意识起来，加上美兔风潮，立法院去年通过性平三法修法，不过因为申诉甲诉愿案件增加，真侪被控性骚扰人自然无欢喜。卫福部最近研究用性平教育时数抵消法官，引起外界争议。不教而杀谓之虐，先教育他，然后告诉他有这种性平的正确观念。连续 犯或是常常都是一直累犯的，我就觉得不适合。卫福部表示，无论行为人所讲是不是脱罪，拢显示国家应该强化性平教育。目前研究教育成做的范围，可能包含非权势性骚扰的一般案件，而且是触犯的人。 例如，未少行为人自认是笑亏讲黄色笑话，或者是传色情的图片来暗示对方，所以唔知已经入到性骚扰的底线。另外，若是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，刑事判定有罪人，比如性别性骚扰、吸到对方的身体等行为人，拢无适用。 他如果是触犯性骚扰防治法25条，他是这个告诉乃论是一个刑事责任，这个部分都不在讨论范围。被害人需求的部分就包括了，他其实会希望这些行为人能够道歉、能够补偿，还有受到惩处。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包括行为人的排罚，再加上性平教育，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状况。 辅导团体认为，性骚扰分无共款程度样态，安怎判断情节轻重是一个真大问题，也考虑被害者的感受，不应该全部用教育抵消法官。建议上课甲法官应该斗阵做。卫福部是强调，会搁征询各界意见，搁讨论是毋是推行搁修法，目前无时间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